嘎嘎有好色，马莎国家来主席。大家好，我是扎比。大家好，我是俊俊。你奇怪做节目很认真对不对啊？你的甜在做嘛啦？嘿，我老你讲，我就是为了演你个节目啊，特别去报名家政班学个东西。哦。嘿呀，今年下做起来两天都好做得用。家政班哦。你喺家政班做嘛？我老你讲哦，我个家政班不得了咯。我讲家政班懂厉害，你讲我呀，对家政其实还冇强用诶。家政你讲个 the home economics， 系啊，就是家庭的经济学。冇错，让家庭入关系读入好，比如讲，你系呀打毛线啊，打蓬线，然后讲那个盆栽、插发、韩国主食料理，很香哦。最重要嘅，你讲唔出声嘅嘛？佢做嘅事情全部撈家庭有關係，所以你安尼打起來就做得本嘅成因做。係啊，碰沙山你啲都要。唔過哦，我老你講，我很久以前最歡喜嘅事情。嘛是。就係啊，我材料係50高錢。冇，我會交錢。唔係啦，最歡喜嘅就係材料當中啊，學習嘅課程嘅時間，認識當到當敵認識嘅同學。啊，同學呢？我當讀書邊有研究嘅咧，我要當時有同學。係啊，因為你啲同學唔單止讓你強下學東西，佢還做得分享你你係生活當中啊，做得讓你搬到意見，比如講圖生意你啲門記到啊。以後吼，你聽講啊，當上愛去報名嘅呢？唔是，我讓你講，我今日圖兩屆吼，我去到當定一下嘅同學。兩個跟其他失敗嘅冇等一下。慢慢回來。沒有中計哦。向姐姐出來嘅。好。歡迎你係我嘅同學嚇，林玉潤、林鳳軒兩位同學。雙木林。姐姐好。嗨。來，玉玲姐姐。因為我小秘密都等一下哦。真的好可愛喲！走出來感覺好像看到錦繡兒重唱哦。冇啦，姐姐你好，來先介紹一下自家，來。啊，我到林玉潤，我在美麗院調分師。調分師。新法律。哦。你同學都好年輕哦，比你年輕。那我要保養一下。來看一下另外一個同學。對於主持人嚇，各位觀眾大家好，我係連鳳賢，我要叫帶到苗栗嚇調分去農里，我係苗分農會嚇家政班嘅班員。班員，跟班長係嘛啥？班長。哦，班長。鞠躬預備起，班長好。謝謝。好，請係成係你自我介紹哦，冇班，我看班長按你以後啦，哈。班長係成咗乜解？牛棚老飯瓜。牛棚老飯瓜，牛棚就是牛蒡。對。哦，嘉一老師教你講嘅嘛，哈，牛棚老飯瓜，雖然你講嘅黃埔嘛。做得講黃埔嘛？做得，有冇相同做得？好，開始嚟咗哈，牛棚老飯瓜，介紹一下哈。你飯瓜咁多地方都有種，它講裡面當好食，做得煮湯，做得煮飯呢，咪做得涼飯。唔講嚟替拜，讀到牛棚老飯瓜，強嗨哈。先嚟做乜嘅？先嚟切係嘛？先嚟切。好，先切乜嘅？先切牛蒡。牛蒡。因為啲牛蒡哈，浸鹽水40分鐘。哦，40分鐘先煎過嘅啦哈。你個先煎過。籌備出來 M 牌，就準備太多。對啦，準備。好，先切咯，生意哦。還是有多嘅毛案例哦。咩係唔變？用關冇？係唔變嘅事。唔係，你嗰個牛蒡哦，當講係唔記得，呢邊係寫時間阿婆只會講牛蒡，只會日本啦哈。好，我哋煎好未？泡40分鐘。係上門班長哦，做嘛牛蒡要泡40分鐘嘅水。哦，冇泡佢會氧化。哦，佢會氧化，佢會變糊嘅。哦，唔是要加鹽冇？鹽過醋。過船吃，唔加毛龍嚟講。唔記得啦。泡之前係食咩鹽，還有船吃。過船吃。哦。
哦，这样唔会反腐啦。唔過啲就是泡完球嘅。係泡完球嗬。我以前食牛蒡食下多，係用，譬如講，你去食熱炒嘅時間，要買炸嘅，用泡嘅，切上餅嘅。天婦羅係冇？冇，直接炸，係啦，切。哦。因為啲牛蒡嘅腸味嗬，較粗啦。人哋要用炸過嗬，也係講用湯過啊，較好咬。哦，唔好按粗啊，老人家冇牙齒嗬，就是咯。係啊，冇朱香已經講嘅呀，係想要得到牛蒡嘅營養出嚟泡茶。係咪都得？係，即係煮茶，新鮮嘅牛蒡煮茶。你啊，哈飯瓜來切，飯瓜帶來，你係咪個一般的種係冇？係自家種嘅哦，自家種嘅嗬，有看得出來，因為之前的那主廚帶來係栗子南瓜嘛，啊冇共用，你看石木，還有看切的硬土啊，嗬，做地。唔過你自家種嘅種嗬，它偏康，還有，它甜鹽，還有飯瓜味，哦，好共用哦。切好，滷鹽半點鐘。滷鹽半點鐘。滷鹽半點鐘變軟啦，我將會軟。好，滷鹽係。滷鹽要不用水嘛？唔是哈。跟我不用幾多鹽，你講停就停哦，哈。好。那種轉下要講嘛？講嘢3副講講嘛。有。你要佢講。哎呀，打屁你好了。吹保齡球啊。保齡球。好，有啦嘛？加起嚟，哎呀，好，冇得薯條，唔怕，唔得薯條哈，我薯條俾你，你要一扎兩扎？係啊，來，班長，我為你，一扎薯條，一扎薯條好來，係啦，一扎薯條哈，好。好，滷鹽嘅原因係講你飯還有飯瓜會出水，重要係軟啦，因為一樣的食材，同樣嘅切咧嘅態勢，嚇，即係牛蒡咩係，嚇，有下軟，佢咩同樣軟，冇得食起來。按看原著唔是煮水啊，唔是希望嘅哦，唔是，也唔是，很健康哦，很健康，好養生啦，養生，好，滷到本期有點軟咧，嚇。對，要滷半點鐘。半點鐘等咧，嗬。喺下來做乜嘅？下來就好以後就這樣就料加落去就好咧。哦，弄了就料，譬如講你啊滷半點鐘，你啊切好嘅，你啊係枸杞，對，放落來，你係乜嘅？嗰係檸檬汁，你係百香果汁，土茄素，自家種嘅，嗬。兩出看一家隻，愛酸愛甜，向下放落去以後咧，以後就一餅嘢暗布。哦，係你做本太家看啊，像媽媽嗬愛看一下。假使講你啊，喺你切好，你啊滷過半點鐘嘅，嗬。好。放下去。好，沙律放乜嘅？放枸杞。枸杞有泡水冇？唔是，出赤醬。哦，赤醬，看你放幾多？枸杞有甜。對，枸杞有甜。好，放下去。好，安尼差唔多嗬。這個放乜嘅？嗰個就放百香果汁。土茄素放下去，你啊差唔多有2扎嘅葉哦。2扎到3扎嘅葉。2扎。2扎。緊張哦。唔係。你係見咗？嗰啲係幾年啊？你係乜嘅？檸檬汁，因為蠻多鐵酸咯。你代替嘅酸吃了的會主要嘅甜鹽嘅酸哈，還有本來你家下還蠻完全軟嘅食材，還蠻軟。對，你係乜嘅？佢係粗啦，家下煎咩啊？佢講話煎好嘅。哦，喺本太來講，家吃而表揚。哦，還是沒有用到。可以啦，可以。好，姐姐，班長好，給你攪拌均勻以後，做一餅。不用冷，餅到餅上一餅結構。一餅也暗布。什麼？看來什麼？有做好嘅哈，各位觀眾，做好嘅 DIY。嘅這些成品哦，因為啊，時間的關係啦，冇辦法。你的家陣搬出來呢？
家政班做好，帶轉一邊，係冇？好，你本太家看一下，謝謝。本太家看一下，家下做好誒，嚟一下吼，來本太家看一下，做好誒，披起來當香，還有色木當漿，柑起嚟圓呢，吼，百香果呢加種落當清楚，一冇出水，吼，安尼就，哇，好香哦，還有一種大草原的味道。好，班長，給安妮出來裝盤好嗎？好，來裝起來，裝落醬醬，掉出一盆太假身。你要用同時啊夾嘅，夾嘅拍較好，夾嘅好，拍謝啦班長啊，好怕班長生氣。唔會，人班長人非常嘅好呢，係啊，佢不管係上課啊，然後係安妮下課啊，佢為了安妮交流，佢會提醒安妮下禮拜幾點買個時間而來哦，都會帶物計哦，動熱心。班長的家政班做乜事情？你跟老師打小報告嘛？阿爸比好攰啲啊！啊，你是我老師員工啊？你看看我的那個那個是風紀股長。對不？冇啦啦，講生氣。看看我平常在學校有多討人厭。好，好啦。啊，你做好哎，來弄講，我對班長最尊敬。班長，謝謝。來弄掉，好冇？好。來弄掉咧，好。你起到講之後咧，弄太家講，班長要搶太家食咧，係咪嘅？牛蒡撈飯瓜。來咯。这样子啊，班長的面子的病呢，你等下做太菜呢，老菜不給，你有個神啊！你是不是很想當班長？冇啦。小黑，對不起，不好意思，奉獻姐姐帶吞來請你已經盡了最大的能力了。好，不會省咯。做嘛不會省咯？他比較資深。牛雲撈放血，牛蒡撈飯瓜。班長就是班長，有沒有很厲害？來給個老師。來。哈。好吃嗎？好食。原來頭家嫂哈，撈黃埔、撈飯瓜啱合咧。啱講咩哈？我講，因為哈牛蒡佢本身是冇米絲，哈。姑嫂講。切開了以後，它竟然可以包納所有這食材底部都的米絲，太特別了。對。比如講，你看牛蒡，放到飯瓜，佢就有飯瓜的米；放到柑橘就柑橘的米；放到頭家嫂就頭家嫂的米。我覺得它很像魔術師嘛。錯啊，那個入境肉、摸腐蛋、如好食，改涼拌菜，其他都下中嘅。難怪用上神菜啱好咧。謝謝啦。我愛點菜。你會點菜啊？因為這家同學你幹嘛這樣？唔係啦，因為啊，嗬，我用班長停錯係省內啊，咁講用班係奉獻同學老班長窮下來，因為佢當厲害嘅隻東西，我冇食到。乜東西？因為做嘅係蘿菜布。哎呦，給你。很難的搶到 no， 因為蘿菜布係時間做啊，佢佢就緊啲嘅種菜頭，緊啲嘅做蘿菜布，所以班上嘅同學啊，全部都啲蘿菜布係千幾。難怪你上回攏係講你食到嘅蘿菜布當好食出幾種樣。係啊，咁講我食到差甜甜。哦，食到差。係，我冇食到料理啊，我們是家政班料理班誒，冇食到料理，唔係會錯。哎呦，經講嘅時候，放賢姐姐，係幫人做嘅喎。
好啊，冇問題。冇問題哦。有壓力冇？冇。我兄弟女要大女啦。要。好，今日係做乜嘅？我做蘿菜布雞湯。哦，蘿菜布雞湯。誒，你家講嘅很好食，你係希望咩做的？好啊。揾你嚟講。好，來蘿菜布雞。哦，奉獻姐姐啊，嘉欣哦，容易點菜哦，自家同好點菜。哎，你這樣子啊，班長的面子會變來，你等下做太菜呢，蘿菜布雞，你有個神啊，你是不是很想當班長？冇啦。做菜會。冇，嘉欣你是個牛蒡拌金瓜當後生哈，有試過幾週嗎？有。有哈，幾米做要買，水準要買。可以當一級主廚的那個。謝謝。你好棒哦！你點解三個人還說講班長，而家本一級主廚嘅，你啱唔啱看宇宙嘅？哦，溫會嘅哈，嘅介紹一下條，所以帶來蘿菜布。蘿菜布用乜編舞？同大家講。因為佢用裝嘅紅嘅嗬，日積月久咧，叫嗬叫做作物，種了就做嘅爭一年份咧嗬。一年份。做下新鮮的嗬，就冇會糊。你個邊個經驗咩會糊？然後黑到年就會應付。真嘅。越糊嘅就越好。我係窮人家人生啦，做一樣蘿菜布。哦。它可以清涼退火呀。要做蘿菜布雞，蘿菜布嘅主角之外，另外一個主角出雞肉係嘛？對，雞肉。我哋雞肉應該有湯過嘅。有。有算為7-8成嘅嘅熟土嘅嘛？你係自家肉嘅嘛？係。你自家肉嘅，自家肉嘅。你係幾多年嘅雞？應該有40年差唔多啦。40年？你對佢有感情，用感情刺激，係邊度嘅？係。邊度上節目？有小名冇？冇啦。叫魔色係乜嘅？佢係膚色嘅小土雞。小黑，對不起，不好意思，奉獻姐姐帶吞來請你，你已經盡了最大的能力了。好，吐雞哈。好，來，還有，我做咧是嚟穿燙過啦，我以前錄過啊，將嗰啲薑麻落去啊，嘅薑去鮮嚇，係用做嘅血水湯多好嘅嚇，做得嚟，冇聽特叫我鐵落。好啊，蘿菜布雞係有啊，柑橘啦、鳳爪啦、薑麻。好，你成做乜嘅？水滾嘅。水滾嘅嚇，做我拿菜布揼落去嚇，啲煮啲出米嚇。兩種菜布㗎。啲出米好。來，用湯匙。好。好。唔會成落。做乜唔會成落？他比較資深。因為我而家出嘅香米啊，唔會成落。佢唔會落蒸落莧你落。冇打手。我唔看到。嘅莧呢，我慢慢地落。係啦，你煮米啊，煮米要出米血嚇，米都出血嚇，然之後嚟落嘅。好。因為蘿菜布嘅米都係。古香古它香味哦，這等於是新菜布煮它冇按香哦，等降價味的，借它的香味提自己的香氣。全部變落嘅話，它特酸。哦，啊變到新嘅話，香味也有哈，又冇特酸，所以我嚟參照一下，綜合感點，對。咩？啲啊，我做比出米，啊出咗係特別煮水有30分鐘啦，嗬。做比按出米嘅嚇，將嚟變雞肉，變了食材落嚇。雞煮生鉗咧，30分鐘，那生切。冇慢火煮，一煮糟蹋。哦。糟蹋嘢嗰種，啲都冇湯。啲。師傅講。好，跟住嚟先嚟切薑麻。薑麻好咧。薑麻你等下不用給時間，薑麻用切片煮好哈。哎呦，用動物切咯。你細就會煮食係嘛？按你農家人細人啊，唔會做做唔得，會伴爸爸媽媽嗬。打死我！我想啊，哦，按你做係啊。做哪裡冇得到？好啦，因為按雞肉沒動到。裝起啦。好。30分鐘過後，那個菜布嘅米出來，將來做後補嘅事情。30分鐘過後呢，看那菜布嘅米絲出來嘛，冇就看。好，謝謝。哇，30分鐘過後，啊，有班長唔看啊，定下條線。有還香哦。睇到嘛？哎，有當香。好，你看到出蘿菜布嘅米絲煮出來，糖一邊糊嘅哈，你係糖係剪法，你冇調味。
好，你遐滚呢？要开太火嘛？唔是，唔是哦，佢跳慢火法。哦，佢糖下要做早體。中火也太火。中火。中火哈，謝謝。中火。嘿，佢撒下落去冰嘅係乜嘅？成冰雞肉啊嗬，唔係用快嘅，也係用夾嘅。做大夾嘅落做嘅。夾嘅落。好，一籠雞肉加湯開雞肉冰下去嘅嗬。用落去煮，煮變煙味，係做得嚟嗬，做到一肉又熟透就好嘅。係，自家香嘅雞嗬，整件出蝦好食。係啦，土雞啊，土雞嗬，蝦冇鮮。唔好煮太久啊！我用個煮肉睇。好，冰下去咧。冰係嗰係鉗嘢比燜姜嘛，比燜煮。注意下。細細嘅。好，滾起來，再按陣夾，慢慢夾咧。哦，減記啦，還有咧條，哦，酒咧條吼。你用啥感情幾多年？算起來。落家珍辦多年最多年嘅。幾多？18年咧。係啊，18年咧。我有個姐姐嗬，當嘢事，那個做當義工。跟攏係講班長要做乜事情？佢啊，聯絡班員嗬，開會啊嗬。我就喺個油麻開上嘅嚇，除了佢嘅準備。真嘅假嘅？真嘅。幾錢冇？啲要我搶錢。我哋家中辦嘢，得上一年叫500個油。哦，就辦費啊，咁便宜啊！哦，滾嚟嗬。滾嚟，然後做個冰咧。又係鳳做嗰啲黑鹹，正價價。鳳做係嘛？正價價甜味。而家鳳做要泡乜嘅冇？冇嗬。細槍去做。咁叫咩細個天天？對，因為夾咧落菜布嘅味道啊，其實會食落去嘅。好。冇是他講價習慣同乜嘅啦。係呐，佢做原汁原味啦。原汁原味嗬，哦喲，原汁原味嗬。聽得必須㗎。好，佢你阿聲言會講客家話冇？我頭唔會講咧。哦，阿你用做定咯？係咪？哦，佢班長咯，聲言會講客家話冇？會多少個？多少個？嗬，我諗講，我一講係講，講家政辦要向我請伊做老師。客家歌謠樓學客家話，錯冇？跳上一年啦，做啲家政班啦。你仲要用蒼山歌來教翻幾多嘅食材咧？哎呦，要彈歌叫蒼山歌喎？冇彈歌咧。講咩蒼山歌？我家姐中意冇來送歌。翹課。滾嚟用。滾嚟嗬。嗱，必講解。必滾嚟嚇。師傅。一樣差唔多，愛滾幾久？看日雞啦，係黑路嘅雞啊，大概30分鐘啦。很嫩雞吧，10分鐘到15分鐘。因為你家燜先煮出來，還有個雞肉要煮10個嘅，不是講唔是按叫嘅時間，還有按問題按燜下放鹹嗬。譬如講，你雖然講落菜不愛看運氣，有陣時啊，有熟悉嘅人，譬如講我哋一種熟悉嘅嗬，放鹽之後幫佢皮皮嘛，煮菜，喺講係真係有機會。冇揾買嘅代法，一樣辦分辨佢好老快。嗰個菜脯啊，唔講嘅落菜脯，落菜脯啊，佢用糊劍嘅呀，一劍嘅呀，佢做越老越好嘅啦。個名起來叫乜？圓佢做咩？叫乜正常的什麼？做你唔愛，唔愛，嘅用糊劍嘅做圓嘅好，又按潤線嘅，潤線，叫做蝦嘅。個皮起來係用白嘅米蝦正。即係用金筍啊，用呢個。適合乜唱乜嘅蜜餞。係，你之前啊有嘅主廚啊，有嘅年人來嗬，其實本來是我替白用按嚟找色咧，我撈到哦，你係咩蜜餞咧？好，按咩做上色？那皮都用蜜嘅，係差唔多嘅嗬。好啦，係用。哦，希望以前嗬，按啲蜜椒撒掉落去，落啲提味嗬，提味嗬，當有香氣。唔是這個加鹽嘅嗬？唔是咧，菜脯本身就有鹹味嘅，那個不用得太鹹。所以話按嘢量即都嘟嘟好啦。係，好啦。唔好講那樣咧嗬，邊唱到菜脯我太鹹。係，喺講一般嚟講啦，大家都用到落菜脯會食落菜脯雞嘛嗬。喺用排骨咩做得？做得。豬肉也做得。做得。有煮海鮮嘅冇？
啱較少哈。啱少可能有咧，它應該味道唔夾。有吃家是茶嘅啦，有啦，吃家煮茶，泡茶是有啦，泡茶是有啦。係啊，因為上班啊，迄個時間有時多，很好，一點點，因為太解嗆啊。跟你這麼衝三個，那正經都冇意思，你是學妹。是的，老菜脯哈，跟三個很好。來，預備，用老菜脯唱一句三個，預備，開始。奉獻嘅老菜脯哦，真勁好拿。班長請拍手。什麼那英小姐？真勁，你講嘅老菜脯。唔怕，老菜脯打錢。哎，你看傻不傻干不清楚暗号？你现在姐妹她要加一个罗英英了。好，冇問題。來，好，你哈目前為止係做的，等下試的時間，這樣啲觀眾有滿意嗎？哦，來弄掉，同樣一樣的那個待遇，莫講觀眾啊，做你掉，女主冇你掉，哈。什麼？哎呦，很邪喎！龍太太講你放很強，太假身法來。老菜脯燉嘅，比個讚。哇！呢個客家人嘅補卡變相啊，呢一道東西啊，清清菜菜只要咁好啊！而家冇卡變相嘛，解冇？而家我係講 L 字，唔得 L 字啊嘛，解意思冇？知乜解 ？L size 嘅嘅 L 字，係的。那跟上那吹頭板吼，按薑、按嫩，那就像到，你看廖妹姐姐的皮膚是不是也是這樣嫩嫩的？老菜脯寄來咯，實際講燉一燉依叫嘅哦。小朋友吧，好乾哦，就是乾乾甜甜的。是哦。啲老菜脯係啲老祖媽講一開始啊，那成標，因為夾米絲整下蟲，而煮一下久，因為它的味道都封在那個老菜脯底部度，你一定要花時間煮出來。那就像以前嘛，你見呢個當嘅事情，好啲保留喺底部度，哦，就像我看到兩啥，哦。雖然講一見面一見如故，唔過慢慢地講，又會做菜，嚇，又會插花，又會打烹餡，又按啲老菜脯，又會做涼拌，就是一層一層剝開的感覺。是下一咩？這個味道，我覺得無可取代。係嗬，唔過啊，我大陸按好解通學，按好解食菜，你係唔係運動嘅介紹？馬莎樂樂，你交流一下，你家政班師兄會親欣賞哦。很講料理當到主廚，來很多兩啥，來上來一隻主廚，它比較浮誇一點。佢個味道吼，唔料嘅東西，要利用你了帶來嘅東西，隨上隨做哦。之外，佢個味道兩三年，揾衫褲哦，唔係啲係會揾衫褲，佢會執毛腔嘅衫，吼，來分享喺你內邊，唔點解講馬衫？睇到啲，睇到啲吼，唔知佢點樣做嘛？嘅雙擺來就做無色嘅，吼，雙擺菜脯橋，吼，看佢要乜嘅變化，你嚟顯佢出嚟好嘛？好，分享嘅盧俊斌阿邊個？哎呦，英文先生。紫色在古代可是有錢又有勢呢。朱寬亮啥？資深美少女。係啊，咁啊，這係啊，班長來敬一下，班長好。班長旁邊的閨蜜也要抱一下，抱一下。姐姐好，你好。有演到哦。有。你等一下嘛。等一下。佢喊他厲害出去廚藝，根本如果利用兩位媽媽帶來乜嘅東西嚟做？要帶黃鋪啊，要帶老菜脯啊。
马沙呆卤菜脯啦。卤菜脯啊，哎呀，哎呀，马沙呆王脯，王脯的半种带落去。给马沙呆。算了，好啦，唔要用两种东西煮嘛来。等下做的样菜是卤菜脯翕菜头板。哎呦，菜头板马上带来，菜头板自家做。害我吓一跳，我想说你有看到第三个。好，来看一看，牛满粥。哦，卤菜脯翕菜头板吼。班长还有放现在香港，我面色佢研究吼，佢貼白做咯，哎呦，像鳳體一樣嘅敬重兩位姐姐。點解？所以佢叫咩啱我做咧卤菜脯嘅，哎呀要面台嘅東西咧。不要做效果，講話就講話卤菜脯，就像 rap 老的。卤菜脯唔係講佢真言卤，係講佢真件非常的經典，非常的味道非常的棒，哈，應該的意思，我講唔係真件當真。因為啊吼，卤菜脯按貴咧，你看人家耶出來按，你看放現在這面，你看有冇一片牆？冇啦，開玩笑吼！而家做迄卤菜脯翕菜頭板，講正經法啦，卤菜脯翕雞肉啦，我家講啊，雞肉、豬肉，哎呦！翕菜頭板啊，冇睇過。你講菜頭板，漸漸的是。係呀，蛋漿就食喺度。係呀，正經吼，唔好亂做。唔會啊。開始。來記聲啊。要備咧，好像阿標啊、香菇啊、蔥啊、吼卤菜脯啊、三層肉。中嘛，慢掉嘅啦。其實呢啲東西啊，從頭係我哋講煮板染那些可以多東西。哦，對吼。是從嗰啲煮板染樣嘅。係啊。用翕嘅花。係有糖嘛？有小狗一啲啲糖啊，係一啲啲糖，係佢喺度像市場係煮咧板染嘅感覺啦，係，等喺度市場看真要整個水咧，香菇我真係切切的。好，我就講啊，你後生人真係當厲害哦，特別佢煮出來時間，其實我同媽媽阿婆講乜嘅 keyword，譬如講，你做卤菜脯翕菜頭板，佢講你做料哦，可能可以當唔啊，你就想講煮半鹽嘅料，有冇？人家切開做咧，香菇嘛，沙嚟切埋嘅，三層肉啦。係啊，你看煮半鹽咪變三層肉啦。你係講沃卡都有精神吼。到位咩做得啦？嗬，係啊，睇下先白聽佢，還有咧，係啊，呢春係先春我會用嘅東西啊，見到哇，呢個客家人嘅補卡變相啊，呢啲東西啊，清清菜菜只要，係啊，而家冇卡變相嘛，解冇，而家我係講 L 字，唔得 L 字啊嘛，解意思嘛？知乜㗎 ？L size 嘅嘅，所以還有卤菜脯嚇。菜脯咪攞去托起來，好，等下咧啲精華嘅水嗬，存咗唔得多啲。因為家放現在有講嗬，那個卤菜脯本來就有鹹嘅，本來就有鹹。我所講，等下做嘅時間要注意到你啊吐出嚟鹹土嗬。今切個皮嘅多咧係卤菜脯嘅梅頭啊，凍香。正運動香，好切好咧，好，殺落來，嘿，好吹一下，來，還有黃脯，好係哦。班長唔看，很後生人有當厲害嘛？煮，你可以張寬切菜就知道當厲害。你喺打正版係有缺老師把請入去。好，冇問題，還把一天請老師的。味道用啥做安講，一天請老師的教我的，係好請一百。好，你睇龍王脯，哎呦，等下，來看你王脯，意面熟哦，很家用嘅嗬。有冇卡中嘅嘛？班長冇卡中嘅，你香啲，咁樣啦。好，切的好，咁樣王脯切好誒，酸誒，切的好，切酸嘅米，嗬。
迄種人講，做得不用菜頭飯，咩做得不用飯條咯。沒做得啦，其實你咪除了飯條啊，變米粉咩做得咯？跟住做嘛一定要用菜頭飯，因為應該你看吼，會配合咧吼像蒙古啊其他東西嘅口感，所以你講除了菜頭飯一塊一塊啊，菜頭飯還蠻吃。對啊，這個全家是隊長。菜頭按排的，那繼續那菜頭飯吼，按薑，按嫩，那就想到。你看兩位姐姐的皮膚是不是也是這樣嫩嫩的？白嫩白。你自己做係冇？係做呀。自己做，你有冇按拍？一隻個伊個攞到，好攞到醬嚟。係。哇 ，Q 彈呢？啊，韓國蘿菜脯啊，就用菜頭飯啊，全部係菜頭做嘅東西。你係後生嘅，姐姐。怎麼這樣子？該攞嘅些是蘿菜脯啊，後生嘅菜脯是做菜頭飯。係啊。所以你看人家準備嘅東西吼，易到，其實未講不下吼，青菜是青得多嘅東西。係啊，像你講，向因煮東西時，向因一定會，未講兩三公熟咧，一定會變。係啊，澎湃啦，一定會澎湃。好，唔驚因食。佢放現姐，你哋嘅家政班有教唔了做菜頭飯冇？有。有哦。哎呦，講按油吃先，跟他爸來做。唔過冇教佢按腔，做到按面。你也蠻會這麼做的。好，你睇油溫來做乜嘅？喺個先來鋪菜頭飯，變下去。嗰個鹹梅爛爛嗬，聲音，嗰個鹹梅樣面啊。好。用夾咯。好啊。係嘛？我哋夾子係。聲音哦。我忽然想到，你客家人嘅蘿菜脯啊，你家人做酒跟女兒行係厲害嘅，係冇？係啊。當場嘅做酒嘅概念。你係時間還有酒，蘿菜脯時間啊。係啊。你做女兒行。一片來鋪，一片哦，甚至是來煸香。哦，開始哦，用直接用火煸香就好。係，喺度即係煸香啊，等一下。個高湯啊，那啲吼，全部變下去煮時候咧，除咗飯頭咧，料魚咧是做得變下去，小個落去一下是做得咧。啲啲嘅油是好咧，因為等下鋪咧就扮下油，好，所以是變很多。先煸香，先煸乜嘅？先咧煸咧係香菇，好，對呢。香菇先煸下去，好，下邊。還有下邊。食飯樣啊，出到一定要煸下邊哈。誒。好，還有乜嘅？用水啊，你睇嘛？那個離體。好，來。好。等下用嘛哈。煸到香下時候咧。好。哦，用水離體。好，細煲一天天炒香咧。因為呢個拌種撈停炒嘛，好嘛？拌種嘢攞停炒啊！哦，啊依家撈咧停炒，好啊依家咧。先排，你下飯啊！放一殼啊！有啲就放一殼。跟你做嚟做出生意會啊！幫你做一下好冇？還有三層肉，哦，三層肉，還有煸下去，哦，蘿菜脯嘅先煸一半，用嚟先煸一半，一半嚟炒香，等下吼一半嘅時間喺煸湯嘅時間，下嘢時間就個煸。香梅出來，應該是做到咧係煲湯啊，咧就煸下去。加嘅油香菇，還有泡喺那個蘿菜脯嘅湯，係，哦，煸下去，哇，香嘅，係煸一啲啲嘅香油，好，去色，嗱，好，一啲嘅香油去色，一啲啲嘅胡椒粉，好，胡椒粉來咧，胡椒粉。好，好，
安尼出来的，系冇？还有高汤，错，哦，高汤，味好的啦，味汤啊，用下去咧。哇！好，樣意思咧，舉傾定，先唔滾，舉定，好，舉嚟傾定，成意哈。好，呢下這本呢咧配湯係做滾來，好，係，啊，一邊嘅是咧佢咧菜條板，好，嚟，好，拖到差唔多咧，然後撈起來，點那種吼，拉，好。就是它看一下哈，要眼看下哈，就吃色了拉開了。哇，這個蘿蔔糕做得真好，你係純米嘅係冇？係。純米嘅菜頭板。跟住用咧用泡沫用剪的咯，呢啲咪用剪嚟咪做得啦，係啊，你泡嘅好，因為天係好醬，天氣較好啦，因為嚟咗買嚟燜，嚟當下是菜頭板用泡嘅，唔過有時候剪咯，就咩用剪啊，剪咧唔可以發出黏膜嘅，掉去了就變成蘿蔔泥，蘿蔔糕泥。誒，好，呢條板泡好咧，開始撈啲黃鋪，後咪變下去。好。嗱，其實等下嘅變下去有水，煮嘅時間其實係散開啦。好啊嘛，就來幫忙啊，就生氣啊嘛。好，你黃鋪泡嘅嘢，泡一下，咩去定型，係向落去定型。好，一陣都會滾咧。哦，差唔多滾咧嗬。通常都會滾咧。開始然後拿回一半，睇下我哋咧攞菜脯，因為用煮嘅水煮哈。好。一黃鋪後夾，後黃鋪咪鋪到讓人斜斜咧，好，要斜斜，讓人是真都做得咧。好，掉起來哈，一裝起來係嘛？好，裝起來。開黃鋪下去，好，菜條板咪係啊，菜頭板咪落去，係咪變下去？嗰本啲切啲下，呢味哈，睇落去幾久呢？其實差唔多切5分鐘左右是做得咧。哦，好，因為應該大家嘅菜條板咪好過咧。好，主要誒本期要嘅攞菜脯啊，呢啲梅頭嚼出來。還有啊，其實雖然講你菜頭板有泡過有天氣吼，咩冇做係叫乜散鐵咯。係，咪散鐵。所以你係講關火，好關火哦，關火當不用酸的米，係你係燒燒，你係下去，好，本期你係燒燒嘅熱氣啊，落去啊酸嘅梅頭，就出來，流絲的，等下當標上去哈，來看佢兩手，啊，認真啲看下，就啲講，佢到啲家陣來嘅咩一天當認真，哇，香。好，來啊！用嗰啲一條咧，誒加上酸嘅哦，再入去。好，哇！來，有厲害嘛？有。比本期比實爭，哎呀，真哦！來請邊個同你講？來請你食得係乜嘅？蘿菜脯切菜條板，來。讚。
班长带喊那袋同學來，好冇？啊，先拼好還擺好啦，你跟英英3個就客家版 SHE 好誒。好，對啦，SHE。落菜布翕乜嘅？翕菜條板。來香港幾條都有貢獻，你用啥貢獻哈？哦，來，給家聲啊！我講，剛才吃到豐縣嘅落菜布雞，已經當厲害嘅哦。還冇想到，你超越了他，因為啊，唔不用很多料，就剛剛講嘅嘛，做扮演嘅種料。我講我菜頭板吼，抓到底杯度所有的精華。一開始我講正經咧，佢喺單槍講說落菜布雞發，之後講嘅嘢講，哎呦，有冇暗酸料咯？不過用菜頭板來中和裡面的酸度嘅發，它是非常的溫潤。好，你就想一口接一口。班長，有食過安陽縣嘅落菜布菜頭板嗎？有。真嘅咯？啊，當然好食。我講要食，你識講冇？唔識。係啊，基本識。哎呦，我老個唔識，我想講要識講厲害。所以要買，敢講要買，出得好食。當好食。係唔係打破你以前對你啊菜頭板啊落菜布嘅想法？對。真嘅嗬。再要那班長哦，哈，你就有那個責任來搞開搞，係唔會發。係啊，所以搞太子搞得做。係唔會發。很好食。係唔會發。買的 Q 機，唔記得是人們做出，做出，人們好，這個啃天師啊，哎呦，很甜哦，看客家天師啦，哈，好咧，豐縣姐姐，你喏，你加你落菜布嘅哦，太假如，哎呦，安怎到，你也看到安尼糖品，對，要香味真又辣又當清甜，味道當清，冇安溜溜冇，係吼，當食。而且夾菜頭板，我唔是看到人講就按樣煮出來，一般人就用煎啊做滷配菜頭板湯誒，冇人講加滷菜布加南款加旺夫誒，冇嘢加。真嘅嗬。一做錯真當有創意。真嘅，一天可以幾百嚿。係咪？用機器就攞喺度。好，冇問題。依什麼帶兩位正經人講，當地以下嘅同學來，下擺班長。帶行一袋同學來，好冇？好啊！先拼好還擺好啦，你跟英英3個就客家版 SHE 好誒。好，對啦，SHE。什麼呀？各位鄉親朋友，你有想到冇？細時間想好嘛？哎呀，可能都冇閒也冇機會哦。用啥是最好的示範？我們有一句話講得當好。活到老，學到老，哈！而且隨時都在學習，處處都是學習，生活中都會學習，哈！什麼上邊，當然啦，喺冇時間要家珍辦的話，喂，準時收看，控制時間播出嚟，家家有好食。歡迎國家來主席。張來了哦，哈！來報名哦。哦，算我便宜點啊！我當主角。今比當歡喜來到倆家家有好食的節目哈，我哋按樣機器來學習。我唔是看到像今日主廚講喺度講用落菜布做咧燜煮嚇落皮板，嚇，實在當好是當哦。今日幫我學到，我當歡喜嚇。今日也幫我依然姐姐來講，嚇，我今日嚇當歡喜，喺度倆天時都喺錄樣，我係感謝倆持續等你嚇，幫我按好嘅機器，也感謝我副頭等你嚇，呢度推薦我啦，吼，你就參加，吼，你入面學到當多，煮出嚟嘅廚藝啦，所以就係你是做咧食啦，哦，當好啦，哦。